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动作较紧的，动作较紧的，今日哦，咱要来摕宝藏啦！啊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哦，啊，你晓讲台语袂？会啊，会晓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好好表现哦。安尼我就请我好朋友，你敢知我好朋友是啥？唔知，唔知，唔知，你嘛唔知，你拢唔知。安尼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，赵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赵梦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小朋友，你甲我斗相共一个啦！我如果想要把这个礼物送给小朋友，我会当用什么方法交给小朋友？问题来哦！送礼物给小朋友会当用什么方法？坐船、用船送哦，好呀人。机车、火亮机、后船、会船。会船。小朋友，甲赵梦神做伙讲一遍，会船。哦，恁的台语拢非常厉害哦！想要摕宝藏，爱靠恁的智慧，也够体力。那呢，今麦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快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阮是依然世界小魔杀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汉行，你在创啥？对去，你请小朋友遐甲我斗三共，迄两箱，大家斗三你，工，大家斗三工。我车你，啊，进档哦，来，这，看开。哦，恁人真好呢，哦，佮甲我斗半，来，徛到边啊，哦，我先甲这车先送出去，来，现来个，哦，赞，电动的呢？送回电动的啦，呢？真正足感谢恁甲我斗三共，啊，问伫遐，通啊出去啊。等者，安怎啦？我今仔日嘛是要来摕宝藏啊，然后麻烦汉行讲夹的哦。嘿，哎呦，我嘛唔知影今仔日是大项啊，细项的，所以你嘛是要来挑战的哦。对。好啦，我看恁那里甲我斗三工，就互恁来挑战一下。有信心无？好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好康斗小宝，一个人先斗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题目，其他队员换球台，甲球扔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各位小朋友，恁若是要寄配合别人，恁敢知影安怎写？第一位要写啥？准号你敢知？收件的啦。这哦。哦，第一位哦，要寄的啦。嘿啦，第一位是写寄的，要寄的人。啊，第二位咧？是地主。地主，我甲你拜请者，拜请嘿。无啊，这是写收件人的名。哦。啊，字迹写伫遮。哦，啊，这是咱特色的。啊，换的是安尼，敢若两位尔，这真简单吧？第一位要写寄的人还是收件的人？寄的人。对啦，寄的人，嘿，收件的人写伫遮。哦哟，安尼真厉害哦，真内行哦。安尼即马要来甲恁考，甲寄物件、甲外送有一寡关系的问题。啊，有较有信心的哦，好，莫紧张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开始啊！开始2，哇！台湾上配职业是倒一个？上配只要紧看哦，恁通讨论啊，恁通讨论看要搭一个。啊，你开手较慢吼，啊无阮会困去。
啊！加油失败，来继续加油，时间来加速哦。哎呦！这个吧，敢是这个？是倒一个。好，会选好，第二个，开始。哎呦，差一点。哎，你起好准啊！你往紧点，你手较悬的啦。哇！第二题古早会起来到上批的动物，到上坡的动物。多一个，会再讨论。分叫。哦，婚教是不是？敢是婚教？是婚教不，来加油！紧的哦，时间冇你，迄落时间宝贵呢。时间冇算在内哦，一直你算哦。豆，较紧的，无你安尼。时间要到啊！小可瞧者了啊！即摆才2题尔呢。来！哇！第三题。哇，那准啊！你看你啊！加油！会破去的物件，下掉会破去的物件。来起来哦！时间剩30秒，敢唔法度咧？来，出来！第三关。你别，加油！莫搁玲珑西啊啦！煞！最后10秒，有甲上尾一个答案甲讲出来，到底对唔对咧？现来甲。立凯安那你拜啥？你看你的手即摆啥？安那一直咧拜？你是咧起价是无？不是啊，啥是你祈求啥物？祈求会对啊，会对啦，会对哦。祈求会对哦。安尼咱来看卖下子，第一题是替阮送批的职业是啥？邮差。啊，毋过恁要的是啥？老师。你看头先安尼摆嘛无效，伊两位选老师，好无？差一组啊啦，吼。第二题啊，题目也是偏含你来念看卖下子。古早会起来到上批的动物，哦，真好，是啥物物件？婚教。好，第三题，啊来吼，咱准好念者。食到会破去的物件，嘿对，摔到会破去的物件是啥物物件？玻璃杆啊，玻璃杆啊，真好，扑家己一个破声。好，拢总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差一丝仔就摕一个啊，不要紧，咱搁后一关，尽量加油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配送这个行业啊，这几年真流行。你只要枕头安尼重重的，你想要买的物件就寄到恁兜。恁敢捌买过物件，还是寄过物件？有。哦，立凯，你买过啥？食的。食的，哦哟，外送到恁兜去哦。哎哟，食的，若是讲到食的哦，就来问你的队长。好，队长，你若参照你手枕头重重拢买啥？我拢买水饺啊，无绿面酥。我应该是要富士吼。啊，是啦，我甲头家讲了嘛。对。哦，这有伫盘烂，所以有当时也免富士。好，安尼即马就要来考恁甲运输有关系的题目，加油哦！现在噶。好，开始啊，较头前哦。来哦，接无准哦。好。哇！快点！快啥？快！不要紧，快，赶快来后一个。好。对。啊，这无遐准的哦。较头前。不要紧，讲袂出来，连咪智慧之神较来甲恁教。对。空运对。哎，上好较准的哦。渔场。啊，对。
快紧，连米克甲你教，好来加油哦！抓帮，抓棒对，有叫，右脚对，嘿，包尊，包针，哦，唔对唔对，快紧，连米克甲你教吼，差一组啊吼，包个，包裹对对对，哎，后壁袂用讲哦嘿，好家己做到哦，唔知好，不要紧，好，哎。现时批，现时批，限时批，对对对，哦，已经有刹车，对，刹车刹车，嘿，刹车刹车，加油加油，会贵，对，会贵，你看我好，不要紧，来来后一题后一题，哎呀，哦，批囊，唔对，好难，加油加油，这么个准诶，新的新的啊，有啊对，邮票，对，邮票，来搁接一个，嘿，关水，对，刷刷刷刷刷刷，无好接，啊嘛无介好讲，唔要紧，咱今日就甲做一届甲学起来，好，来快啥？快递，快，哎呀，那即摆拢会样？哎，啊，拄才是讲啥？是我讲，啊，对，你讲。你拄才是讲啥？快递，快递，嘿，快递啊，嘿，唔是快递哦，是快递，嘿，快递，啊，搁有，咱若是海关，对无？咱若海上的运送，啊，海就关坐，船来吼，海关过海关，包装，包装，啊，搁有啊，箱啊，箱啊，迄拼音哦，我念较准，箱啊，箱啊，好，啊，搁有批到位，爱去倒位，码头，好，啊，搁有批囊，批龙，毋是叫做批龙，搁念一解。批批龙，好，安尼弄会样啊？限时批嘛，头前限时批毋是哦，念一解。限时批，好，来看卖你得到几题？哦，拢总得到10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啦。赞！好，来准备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若是咱讲到要配送物件，恁会想到什么人？邮差。邮差，对，头先咱有学到，啊，敢搁有快递，副配达，快递送快递，快点，你对啊，搁有啥？我没啥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即马时代咧改变太方便啦，足侪送到位外送的服务。哎哟，今仔日要带恁去看一个外送什么物件咧，做伙来看，现来噶。若是无时间去买饭，咱定定拢会敲电话叫便当，把口味、数量，搁有送到位的时间记落来。伫要送出去之前，紧甲人客要求传啊好，互人客食会到烧烫烫的便当，因为因知影，若是无伫个时间内送到位，便当连面就会无新鲜哦。即马，互恁来约看卖的，倒一项食面上高囥歹去。菜这侪项，倒一项上高囥歹去。头先看到这个影片的感觉啥款？嘴流要流出来，要顶落来啊！就好食物件，这想要食的啊！啊，毋过什么物件上高囥歹去？咱来问看卖红记记白色色。白色色有道理，台语文化着靠你。当然啦，是有汤有水的菜，因为这个菜有水分，就会生细菌，安尼就足紧臭酸的哦。安尼知影无？哦，汤汤水水，敢是汤汤水水咧？红记记，我红记记，逐工看公司，智慧满满是。
我甲恁讲啦，这吼就是家厝的白饭，啊家厝的白饭呢，就足够歹去的，所以哦，家厝是绝对拢无路用的哦，安尼知无？家厝的颠倒较高歹去。到底是啥物人讲较有道理咧？红记记，红记记，平常为虾米是红记记啊？尴尬，尴尬，开为虾米是红记记？你讲的，你讲的。大家拢听你的。白色色是讲汤汤水水，红记记较有是讲细菌。家厝。家厝是毋是食起来敢若酸酸啊？酸酸有歹去无歹去？主席。食袂出来。对，拢唔知啊。哈？敢若有歹去，敢若无？敢有歹去？李英你咧？较高更歹你去。家己讲出你的想法。我怕唔知，我就感觉是你有感觉是白色色？刚刚就是白色色。哦。什么时阵咱会食到家厝的白饭？日本料理店啊。料理店拢有。食寿司的啦。寿司不是有家厝吗？有啊，迄是味，迄是一个味。迄一个味啦。吼，中和，你有啥物想法？你嘛是红记记，白色色，红记记白色色白色色啊！伊敢若佫想要拍篮球的感觉。腾腾水水的菜，它不是拿去冰。你讲汤汤水水安怎？汤汤水水安怎？你讲？油的出来，尔油袂歹去。哦，伊讲汤汤水水内底有一寡油会出来尔，啊，毋过伊袂歹去，这意思哦。先来投票者，你想要投白色色请野手？野手。好，两票。两票。好，红记记的请野手。白手的。白手。唔是啊，你头先唔是无要选？啊，你那即摆想个要？那是就是看到那个白色色的。安怎我看到白色色安怎？伊的表情哦。伊的表情。安怎？刚刚怎？是白菜面吗？不是啊，伊只是面画较白尔啦。伊只是白面，我是白面，我唔是白菜面。你是笑白沙。决定者，恁即摆2票对2票。2票对2票。搞做就搞做啊！啊！手也较悬。来，牙关嘞，牙关。出来啊！白色色，白色色。加多啊，这是布。哦，安所以尼就是白色色咯。好，安尼恁做伙讲。好。所以你们选的是白色色。敢安尼？所以你们选的是白色色。敢安尼？像白菜。对啊，对啦，就是醋。咱若是通啊加醋的话，你就通啊互迄个细菌袂遐尔啊活跳，你就通啊加迄个细菌就对啊。就像咱饭嘛，搅一寡咱的醋，就通啊互伊放较久。苏式迄种饭。苏式迄种饭。会使加柠檬醋。柠檬醋，这啥物醋拢会用的，就是拢有即个甲迄个细菌压掉的即个功效。阮迄白饭一桶一工就食了。啊，你一个人通啊食几碗饭？3、4、5碗。哦，哇，真正足够食。水牛。我就要去想要食物件。即摆就开始摇啊啊袂煞，你要煞哈？咱过来看第2题。等一下。这个看了，咱再来食饭哈。来，现在讲。啊，要出门送便当啊啦！听讲送便当哦，无简单呢，不时阁会拄到一寡足麻烦的代志哦。打电话去啊，规半晡拢买落来摕便当啊，便当就是爱送到伊，互人客食安尼，所以我就搁卡一届啊。也毋过哦，心内嘛是感觉讲，哦，恁也毋较紧的，我搁后一摊爱送，上辛苦就是落雨天，搁爱穿雨衣啊，搁脱雨衣，会加迄足侪时间啦。哦，送到位啊啦，骹手哦有够美的啦，一手收钱，一手交便当，安尼哦算是完成一件哦。讲到骹手美，恁敢知影倒一个词甲速度紧有关系呢？倒一个词甲速度紧有关系？来听看卖是红记记白色是安怎讲？紧手，因为呢。听这句话哦，就知影这个人哦，骹手足紧的，一点哦拢袂拖沙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紧手，紧手，哦，紧手。咱听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？
我甲恁讲，这哦叫做外劳啊，毋是迄个外国朋友的外劳啊哦。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吼，人吼找着一条较近的路，啊吼，就直直去，安尼吼就会减少足少的时间哦，知无？甲紧有关系，甲速度有关系，紧手甲外劳啊。平涵，你有啥物想法？白谢谢。白谢谢，啥怎是白谢谢？甲伊讲的共款就是，骹手足紧的。骹手足紧的，李应你咧？我嘛感觉是白谢谢。俊豪，你要选啥？上便当啊！白谢谢，紧手。因为拄则让人记记唔着。哦，即马选一个白色色看卖，对不对啊？好。好，所以恁选的是白谢谢。非常无信心的，敢安尼？哎呦！聊好。水啦！过关啦，无去用食伊。对啦，紧手啦，但是骹手足紧的。哦，过关啦，恭喜哦！啊，实在甲恁补充一下。好。外劳啊，的意思是赚外快，所以后摆你若是有家己的工课，啊，毋过嘛是爱有一寡公司爱稳准啦。你较去接班啊，再趁一寡外劳啊。好，来看嘛，恁钓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好。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在讲。2届的机会，宜兰来的小朋友，恁讲你是啥物队名？阮是宜兰世界小五沙。啊，你有2摆的机会，你想要投倒一个动物？好。迄啥物动物？动物耍牛。好，来手放在顶悬。轻哦。轻啊！我讲车起落就起落啊！摕个金箍箍，长尾山牛，车起落。对啊，无啊。这个，剩一摆的机会，倒一个。要倒一个哪里？第一个就还是梅花鹿？9号。我刚刚姐姐。好。9号呀。 9号。好，到底摕到宝藏无？车起落。哇！对啊，颁奖！哇，加起人的模型组咧。这套敢若真厉害咧，哇！而且3种造型咧，哇，一摆互恁满足。你当叫伊画图嘛，当叫伊扫涂骹。有影？有啊。你会用画图？嘿。这机器人这厉害哦。对啊。摕到这礼物欢喜无？欢喜。欢喜哦。好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啊！